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别把我弄丢啦。在阳光森林里住着一只小兔子，名字叫做果果。果果是一只很活泼的小兔子，但它有一个小毛病，它总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东西。放学回家，书包随手一丢，水壶喝完水随便放在沙发上，彩色笔使用完后，盖子也不盖好，玩具玩完就留在地板上。妈妈常常提醒她，果果，用完的东西要放回原位哦。果果总是笑着说，没关系啦，等一下再收，找得到就好了呀。妈妈听了，蹲下来看着果果。现在找得到，不代表以后都找得到呀。重要的东西要好好照顾才行。有一天早上，果果准备去上学，才走到门口，就觉得口好渴哦。他跑回房间找水壶，找，桌子上没有，床底下没有，玩具箱里也没有。果果急得团团转，我的水壶呢？妈妈陪着他一起找，最后竟然在沙发后面找到了。原来前一天喝完水后，他顺手塞进沙发的缝缝里，自己都忘记了。因为找水壶花了太久时间，果果差点上学迟到。那天早上，因为果果找水壶忙得团团转，他还告诉自己，下次一定要记得收好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把这事忘在脑后了。因为在他心里，东西不见了，最后好像总是会出现，直到另一件事情发生。那天晚上，果果最喜欢的娃娃小布布不见了。小布布从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陪着他，开心的时候抱着他，难过的时候抱着他，睡觉的时候也一定要抱着他。可是那天晚上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果果翻遍房间，翻遍客厅，甚至连洗衣篮都找过了，还是没有。果果越找越慌张，他坐在地上，小声地喊着：小布布，你在哪里呀？找了好久都找不到，他忍不住哭着说：妈妈，我找不到小布布了。妈妈摸摸他的头，你还记得最后一次玩它是在什么地方吗？果果摇摇头，因为他平常玩完就乱放，自己根本记不清楚。那天晚上，果果只好抱着枕头睡觉，少了小布布，他翻来翻去，一直睡不好。隔天放学后，全家一起找，终于
在院子里的大纸箱后面找到小布布。原来前几天玩扮家家酒时，他随手把娃娃丢在那里。果果抱着失而复得的小布布，开心得不得了。这时，妈妈蹲下来问果果：昨天找不到小布布的时候，你心里是什么感觉呢？果果低着头说：很难过，也很着急。妈妈点点头，因为小布布对你很重要。果果轻轻抱紧娃娃，平常每天都能看到小布布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有些东西一直陪在身边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忘记珍惜，直到差点失去，才发现它有多重要。过了几天，森林学校举办画画比赛，果果很期待。他打开笔盒，却发现好几支彩色蜡笔都坏掉了，有的笔断掉，有的笔裂开。原来平常他总是把彩色蜡笔随手塞进书包，还常常把厚厚的书本压在上面，蜡笔被挤来挤去，笔就断掉了。看着坏掉的笔，果果忽然想起妈妈说过的话，重要的东西要好好照顾才行。那天他没办法用自己最喜欢的彩色蜡笔画画，心里觉得好可惜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果果想起那些断掉的蜡笔，他忍不住嘟着嘴说：早知道我就不要乱塞了。晚上，妈妈带着果果整理房间，整理到一半，妈妈捡起地上的彩色笔，又把散落在各处的玩具陪着果果一个一个一起放回箱子里。妈妈轻声问果果：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到我们家的吗？果果想了想，摇摇头。妈妈笑着说：这些东西是爸爸妈妈做很多事情后才换来的哦。果果看着妈妈手里的彩色蜡笔，安静了一下。妈妈接着说：爸爸妈妈会把得到的钱一点一点存起来，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把东西买回家。果果想起那些断掉的蜡笔，又想起差点找不到小布布的那个晚上。这时候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。原来每一样东西都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自己身边的。一个书包，一个水壶，一盒彩色蜡笔，一把雨伞，各种玩具。爸爸妈妈要花很多时间做事情，再把得到的钱一点一点存起来，才能把它们带回家。隔天，老师刚好在课堂上说了一个特别的故事。老师拿着一张纸问大家：你们知道这张纸从哪里来吗？大家立刻回答：商店买的。老师笑了，在变成纸以前，它其实是一棵树哦。小朋友们睁大眼睛，老师
接着又拿起一个塑胶水壶。这个水壶也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需要材料来制作，还需要很多人一起帮忙，才能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老师停了一下，如果东西还能用，却一下子就丢掉或不见了，就买新的，那就要再用更多的树木、更多的材料，还要花更多时间重新制作，还会制造更多垃圾，地球爷爷就会变得很辛苦呢。果果忽然安静了下来，他想起自己弄坏的彩色蜡笔，也想起差点找不到的小布布。以前他常常觉得不见了再买就好了，可是现在他发现事情好像不是这样。原来每一样东西的背后都有很多人的帮忙，也用了许多珍贵的材料。从那天开始，果果开始练习好好照顾自己的东西。回家先放好书包，喝完水，把水壶放回固定的位置，玩完玩具收进箱子里。睡前把小布布放回床上。刚开始，他当然还是会忘记，有时候水壶又放在沙发上，有时候玩具又留在地板上。但慢慢的，他越做越熟练了。有一天，妈妈看见果果画完图后，正仔细的帮彩色笔盖上盖子。妈妈笑着问：“怎么忽然变得这么会照顾东西呀？”果果认真地说：“因为我发现他们每天都在帮助我呀。水壶让我不会口渴，雨伞帮我挡雨，彩色铅笔陪我画画，小布布陪我睡觉。如果我不好好照顾他们，有一天他们坏掉了，或是不见了，我一定会很难过。”妈妈笑着抱抱他。果果看着整齐的房间，忽然觉得好舒服。看着桌上的水壶，看着铅笔盒里整整齐齐的彩色蜡笔，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小布布，他知道以后要好好照顾他们，因为当他口渴的时候，水壶就在那里；当他想画画的时候，蜡笔就在那里；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小布布也会一直陪着他。原来好好珍惜身边的东西，它们就能陪伴我们更久更久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有没有最喜欢的水壶、玩具、书本，或是陪你睡觉的娃娃呢？有时候，因为每天都能看见它们，我们会觉得这些东西一直都在，好像没什么特别。可是啊，当它们不见了、坏掉了，或是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，我们才会发现，原来它们对自己这么重要。而且每一样东西来到我们身边，都不是凭空出现的，它们经过许多人的努力，也用了许多珍贵的材料，才能成为陪伴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哦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用完东西放回原位，
轻轻使用，好好爱惜。因为珍惜东西，不只是照顾物品而已，也是珍惜别人的付出，以及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。这样一来，你喜欢的东西就能陪伴你更久咯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拜拜。